好，跟住阿容海恩議員。主席，副主席係，我都係支持嘅，即係頭先梁子榮議員提出嘅，即係今日律政司冇派員過嚟，其實我覺得係理解嘅，因為佢哋都已經係做咗佢哋喺呢條法例上面俾到意見，亦都係俾到律政司同埋向司法機構嗰度俾到意見。咁所以我相信今次係亦都係需要有個市場主導啦，即係俾翻律師會度自己有個主導權去講翻佢哋業界嘅需要啦，喺個法例上面嘅需要。所以我理解律政司喺今次係表示佢哋中立咯，即係對於今次嘅法例，你唔通問佢而家係好定唔好？對於成個業界嘅進展係點樣樣？咁我覺得呢個亦都應該留待翻俾律師會去自己去決定翻。咁所以我理解佢哋今次唔出席嘅原因。咁我都支持佢哋今次唔需要出席。咁啊，對於今次講有關於律師法團嘅模式，當然我自己係執業大律師，我對於點樣去執業，即係點樣律師自己過往同埋嚟緊新嘅模式，我自己都即係想了解多啲。即係尤其是見到過往亦都係有相關討論啦，響95年嗰陣時開始係有一個法律服務諮詢文件啦。咁當時亦都係有諮詢到業界，咁我都想了解翻而家個成個嘅進程，即係由95年到去而家究竟啲律師機構或者係而家執業律師佢哋點樣睇律師法團嘅模式咧？即係有冇改變到，同埋有冇最近有冇做過問卷去問翻個業界佢哋對於新嘅法團模式對佢哋自己有冇影響啊？包括係喺個保險上面，我見到都係會有一個上揚嘅，即係會係增加到佢哋保險嗰個價值。咁對於一啲中小企嘅律師行嚟講，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壓力呢？或者因為我知道呢個係一個新模式，佢哋可以選擇用舊模式，或者係轉去新模式。當然我都想理解，即係以一個市民角度，新模式上面會唔會對於佢哋追訴律師樓嘅責任上面會難咗呢？同埋係咪全部律師都係會由律師去做董事呢？咁我希望會聽多啲有關於市民關心嘅角度啦，即係嚟緊個責任問題，同埋對於律師行會唔會佢哋個承擔會係多咗呢？唔該，主席。律師會可唔可以解釋下呢方面？係多謝阿容議員嘅提問咧。咁其實喺嗰個將來個法例裏邊咧，已經設置咗一啲保護消費者利益嘅一啲措施嘅。咁首先就成立律師會法團咧，係要律師會批准嘅。咁佢要符合咩咧？就要佢符合新法例嗰個要求咧，係對於律師法團嘅組織嘅章程叫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入邊咧，係要定明咧佢係只可以從事咧專屬律師執業業務範圍嘅活動嘅。其次咧，佢嗰個名稱咧亦都有規定嘅，就係如果一個律師法團嘅中文名稱咧，最後嗰4個中文字咧需要係有限公司。如果係英文嘅名稱咧，最後一個字咧係要 limited。咁呢啲咧亦都係提醒一啲消費者嘅一啲措施。咁同時咧，律師法團規則裏邊咧已經加入咗條文咧，就規定律師法團咧係需要知會佢嘅客戶咧負責客戶事宜嘅一個叫做整體監督董事嘅呢個身份嘅。咁咧就有助咧客戶喺需要嘅時候咧，可以向律師法團咧跟進具體嘅個案嘅。咁律師會認為咧，上述同埋相關法團規則下邊嘅其他規定咧，已經能夠為律師法團嘅客戶咧提供所需嘅保障嘅嚇。咁我暫時係補充。個保險上面咧，即係對於律師樓自己所買嘅保險係咪會貴咗好多？或者對於中小型嘅律師樓會唔會形成一個壓力？或者佢哋當然佢哋有個選擇用翻而家嘅模式咯。但係一個律師法團個模式嘅話，佢哋個保險上面會係加到幾多？你哋會唔會有呢方面有啲資訊俾我哋？佢都係同而家嘅2000萬嘅專業離償保險係適用嘅。一樣嘅，即係一樣嘅。主席係相關嘅，因為我唔知律師樓佢哋個保險上面係點樣樣。我想理解新嗰個。因為個保額係一樣嘅，所以嗰個保費應該冇增加到。都係計翻即係有幾多律師喺入邊就用翻咁嘅保險個責任制係咪？係。佢同埋計埋你每年嗰個總收入幾多，佢有幾個元素嚟計嘅係，唔係淨係靠律師嘅淨係嚇。
即係主席，係我亦都想即係了解翻，而家主要係個模式轉咗，即係個名轉咗，即係你加咗 limited 同埋個責任個模式轉咗，但係對於公眾嚟講，其實就冇分別嘅，可唔可以咁樣講咧，主席？剛才律師會主席講嘅就好啱嘅，就係一樣嘅。佢只係根據嗰個彌常規則裏邊嗰個方程式去計嗰個保費係幾多。咁但係彌常規則嗰個定義咧，即係 indemnify 嗰個字咧，將來係會包埋咧係律師法團嘅。咁故此咧，嗰個彌常規則嗰個保障咧係適用嘅，係一樣嘅。咁所以喺一致嘅一個一致嘅對待嚟講咧，係冇分別嘅，係喺呢方面同樣對公眾嘅保障咧，亦都係一致嘅。好，唔該，主席。好嘅，下一位係阿簡慧敏議員。